今仔日来是得到咱中保代祷团的邀请，来报告互咱的修会，得到修会的接纳，甲今仔日这个中保代祷这个代祷的训练，真做咱全教会的一个培灵造就的机会。伫今仔日这个第一堂礼拜了后，10点半开始，阮两位的同工叶牧师甲张传道，因就喺伫教育馆迄边1楼伫遐开始，为着有需要的人来做个别的先知性的代祷。所谓先知性的代祷，就是伊为你祈祷，伊就会得到启示，伊会甲上帝对伊的启示甲你讲，照迄个启示来为你祈祷安尼。因两个恩赐拢非常的明显，所以感谢上帝，拢伫这个宣教中心内面，一个在读博士班，一个在读硕士班安尼吼，感谢主，所以咱会当伫遐来得到这方面的服侍，所以因的服侍到伫下晡，所以若准无来的人，临时对厝呢想要来，嘛拢会使安尼，即摆的聚会安排3场。第一场、第二场，咱过去的传统，咱是讲同款的题目。我就问慈宝团长，讲是要讲同款，还是讲无同款？伊讲最好是无同款，你来爱无同款。所以呢，我就想讲3场拢要无同款。后来我就有想一个主题，关于祈祷，要讲这个有影响力的祷告，有影响力的祈祷啦，有影响力的祈祷。还是讲有果效的这个祈祷，有果效的祈祷，有影响力的祈祷安尼，这圣经的根据对倒位来，就是对雅各书第5章，雅各书第5章，伫遐雅各在教导祈祷的时，伫圣经第10节讲出于信心的祈祷，要救迄个病人，出于信心的祈祷，要救迄个病人，要救迄个病人，圣经在讲迄个病人的时，这个病人会好起来英语的圣经是讲 well， 就是讲会变好啦。咱若经过信心的祈祷了，什么款的问题拢会变好，会变好。破病人会变好，丧凶的人会变富足、富有，少的人会变多。少的人会变大，软弱的会变刚强，会变，变是变好的安尼这个信心的祈祷，会当互人改变，会当互人改变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祷告，有影响力的祈祷。后来16再讲一句话，讲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。这个义人义人是不是完全的人？义人是毋是拢袂做毋对、袂犯错的人？毋是啊，义人是称耶稣基督做主，和耶稣基督的保护所洁净的人。所以一摆这个有影响力的祷告，我就个分做3讲。第一讲，你讲靠着耶稣基督的保护来祈祷，靠着耶稣基督的保护来祈祷，因着这个耶稣基督保护，互咱勇敢进前。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勇敢进前来做咱要做的事。第2讲就是等一个10点50第2堂，我要讲靠着上帝的话来祈祷，靠着上帝的话来祈祷，照上帝的话来向前行。上帝的话，互咱在祈祷的时有信心。咱抓条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是信实的，所以咱就有信心。下晡才要讲靠圣神的引带，也是启示来祈祷。先知性的代祷就是照圣神启示的来祈祷。所以咱需要这3方面的祈祷，互咱的祈祷成做一个有果效的祈祷，成做一个有影响力的祈祷。所以即马前言讲了，开始要来讲正题啊。这堂所要甲咱分享的信息，就是靠主的保护来祈祷，
因着耶稣基督的保护，互咱勇敢进前。大声的进前，当然是进前来到上帝的面前。而咱拄则所读的圣经，希伯来书第10章第19节，讲甲非常的清楚，讲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，通好胆来到伊的面前。和合本的圣经是讲贪婪啊，贪婪。足贪婪的，要来上帝面前足贪婪的，毋是安尼惊屁出。台语的圣经翻译搁较体切，讲足好胆的。我要到上帝面前，我足好胆的。足侪人会问我讲，牧师啊，祈祷，什么款的祈祷，上帝较会垂听，较会得到。我讲好胆的人提去食。即咱俗语拢安尼讲嘛好胆的人提去食，好胆，这毋是牧师讲的呢，这圣经的话。你来到上帝面前，爱好胆、坦然无惧，来到上帝面前。咱他会当坦然无惊来到上帝面前。当然，毋是靠着咱家己的义，我这个人真完全，所以我来到上帝面前真好胆。毋是啊，咱若看到浪子回头的故事，迄个浪子非累做毋着代志，非常的落魄，伊嘛是好胆，等来到阿爸的厝里，找阿爸，见阿爸的面。你看，阿爸伫遐远远看到，就走进前去甲伊斟，甲伊欢迎，佮甲伊迎接转去厝里。毋是这个浪子表现非常的好，是因为阿爸会疼，爸爸对这个囝的思念，对这个囝的期待，就是伊若转来就好啊，转来就好啦，安尼。所以对这个就会当互咱学习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咱所爱是甚么？毋是靠咱家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毋是靠某人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毋是靠我的背景来到上帝面前，是靠着耶稣的血，你才会当坦然，才会当坦然，才会当无惊，才会当好胆。所以属灵的大师穆安德烈，伊捌安尼讲，伊讲耶稣的保护，互人官平；圣神互人能力。基督徒伫得到能力的进前，爱先得到官平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咱信耶稣的人，约翰第1章12节就讲：信我的人，信伊的人，就是信伊的名的人，信耶稣基督的名，接受耶稣基督做咱生命救主的人，伊有得到一个官平，叫做囝儿的官平，儿女的官平。所以你来祈祷来到上帝面前，你要先确认我是天父上帝的囝，天父上帝的查某囝。无论你叫天父上帝阿爸爸，还是你叫亲爱主耶稣、耶稣基督，还是你叫亲爱圣神、主圣神，拢不要紧。迄个名称你要哪称拢会使，都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伊是你的爸，你是伊的囝，伊的查某囝，这个官平。你有这个官平，你才会当来领受对天父所有要互你的。咱的阿爸爸，咱拢讲伊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伊是掌管宇宙全世界，蔡总统掌管台湾中华民国，伊的管辖权伫遮尔。咱的上帝管辖是全世界，所以你到美国去，你会当祈祷，伊嘛伫遐管理。你到英国去，伫遐祈祷，伊嘛伫遐管理。虽然你是台湾人，你到日本去，你嘛会当伫遐祈祷，伊嘛会当听，因为伊毋是干那台湾的王尔。你需要，你到伫日本去做生意，去伫遐食头路做工课，移民去伫遐。你伫台湾，你是伊的囝；你到日本去嘛是伊的囝。
你伫遐你的需要，你伊求，伊嘛是要互你，因为伊的这个企业，这个主啊，这个董事长毋是伫台湾的企业尔，逐所在拢会当，伊拢管理，叫做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。所以咱的天父既然是这个，咱就会当得到伊对伊来得到赏赐。咱用一般的观念嘛会当理解。当人普通咱拢会甲咱的财产，要政府也是讲交互什么人，就是交互咱的囡仔，咱的囝。啊，以前重男轻女，敢若查甫有通分，女的拢无。即马法律已经男女平权，拢会当公家分，搁一分平济。但是你都要确定啊，你是毋是儿女啊？你若毋是儿女，你袂当来分啊，因为敢若儿女才会使分，迄个产业财产就是安尼嘛。所以经过身份的确定，经过 DNA 验血，讲是你有爸爸的血 DNA 同款的，安尼你会当来分啊，对无？啊，你若无，你也无身份证，讲你的老爸姓王的，啊，你也无 DNA 验起来，讲含王党的同款，啊，你要安怎分，对无？所以血所带互咱的官兵大胜，能力会得到伫后壁。所以基督徒伫基督的中间，咱大胜需要耶稣宝血的热康。用国语讲，先有耶稣宝血的涂抹，再有圣灵能力的高抹。先有耶稣宝血的涂抹，才有圣灵能力的高抹。涂抹要在先，高抹在后。所以咱有领受耶稣的宝血了后，咱就有迄个权柄。啊，这个权柄你才会当好打，毋是因着你，是因着耶稣的血。你坦然，你好打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咱为家己祈祷，咱有诶叫做儿女的权柄；咱为着别人代祷，咱有诶叫做祭司的权柄。所以基督徒的祈祷有两个权柄通使用。为你家己代祷，为你家己求，你是用儿女的身份来求。但是当你为别人代祷的时，无论我是牧师、是长老，还是一般的信徒、区长、小组长，拢无要紧。当你有别人代祷的时，你毋是用囝的身份甲爸爸讨，你是用祭司的身份，使用祭司的权柄。所以有时我伫替人祈祷的时，特别要赶鬼啊，我就会宣告：即时我奉耶稣的名，我使用上帝所赏赐予我祭司的权柄，我要开始为着你祈祷。迄个权柄的宣告，是你家己知，是上帝拣选我是伊的奴仆。过去的祭司，就是拢伫替以色列的百姓来代替因献祭，无论是认罪也好，替因祈求上帝的赐福。今仔日咱嘛是相款，咱今仔日为人代祷的时阵，你虽然无像较早讲倒来献牛、献羊、献钱啊、献什么物件，但耶稣为咱献了啊，咱就靠伊的宝血，你就会当使用祭司的权柄。上帝会听你的祈祷是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伊拣的啊，伊拣你来替人祈祷，伊拣祭司来圣殿服侍，所以囝是上帝生，奴仆是上帝拣，拢主权伫伊。你生我，我需要，当然你爱互我；你拣我，我需要，当然你要互我。头家选工人来做伊的奴仆，做伊的员工，伊今仔有需要，当然头家爱互伊啊。头家无互伊，伊是要安怎做代志，对毋对？同款的原理啊。所以受上帝生的叫做伊的儿女，你爱使用这个权柄，这个耶稣基督的回来，
第二就是你替人代祷的时，你有一个你是上帝敬的，毋是你家己要来替人祈祷哦。啊，你的身份毋是长老，毋是牧师，这是世间的身份、教会的身份。代祷的时是祭司，你是使用祭司的权柄替人祈祷。所以上帝要听你祈祷，毋是因为你是牧师，因为你是长老，因为你是区长，你是小组长，是因为你是祭司。你清楚了这个权柄，你去使用这个权柄的时，你的祈祷就会好大，你的祈祷就会坦然无惧，因为你有权柄。亲像警察徛伫10字路口要指挥交通，伊输3千的，警棍举的，自卫棒举的，伊就会当比的，就来听，对不对？因为伊有权柄，所以大家拢爱听。咱有祈祷的权柄，上帝会听咱的祈祷。所以咱的祈祷要安怎？诚做有影响力的祈祷，诚做有果效的祈祷，诚做上帝祝福的祈祷，领受保回来的权柄是非常的重要。啊，主的保护有能力，第一，伊的保护互咱甲上帝和好，伊的保护互咱甲上帝和好。耶稣基督的保护来拆毁咱甲伊中间的墙。所以《以弗所书》第2章13节到16节，咱今仔日启应文所有启应的这个经文，拢在讲这个代志啊，就是咱照着耶稣的话，咱甲上帝和好，毋是干咱甲上帝和好呢？甲这个咱甲上帝原来因为罪所隔开的墙和好，咱嘛甲人和好。咱会知影过去犹太人甲外邦人拢当作是无清气的，甚至当作是狗。因拢感觉上帝是因的，莫怪希特勒要杀这个犹太人的时，讲因伤骄傲啦，因拢讲因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，感觉别人拢较歹安尼，所以要甲因毁灭。当然是毋对，但是犹太人看安尼，所以你外邦人无清气，彼得当上帝的灵感动伊，叫伊去向外邦宣教的时，上帝互伊看见的异象，嘛是用遐无清气的面对顶面垂落来，伫迄个异象中，上帝讲摕来食，伊讲迄才会使食，迄个无清气就袂使食。上帝是咧甲伊讲啊，你莫看别人无清气。因着耶稣基督的话，拢已经清气啊！所以犹太人也好，外邦人也好，因着耶稣的话，因才会当和好，啊嘛会当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做伙来叫一个阿爸爸。兄弟姊妹，拄则咱读的启恩文，伊有所讲什么？咱因着耶稣的话，成做一家人。所以即马为教会牧师伫台顶，我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讲亲爱的家人，大家平安。即马有改另外一个名词呢，叫家人，亲爱的家人。无论你来到这，你是对韩国来、对美国来、加拿大来，无论是对菲律宾来、对印尼来、对泰国越南来、对中国来，我们都是家人。原来不是，原来咱毋是一家人，因着耶稣的话，咱总要变一家人，所以才叫兄弟姊妹嘛。所以咱和好是因着耶稣的话。啊，你要去甲人祈祷的时，嘛是耶稣的话，你替伊祈祷。所以基督徒伫神的内面，咱无对敌，咱唯一的对敌就是撒旦魔鬼尔。咱拢是一家人，都是神家里的人，阿们。所以耶稣的保护，互咱甲上帝和好，嘛互咱甲人和好。因着安尼，咱才有法度来祈祷。所以这个
Taylor， 伊伫更丰盛这本册就讲，咱来到上帝面前祈祷，第一就是关系的原则，第二就是顺序的原则。这个顺序的原则，下晡还是会继续讲，关系的原则。所以为什么咱在主祷文的时讲，阮伫天灵的爸，就是你先伫遮确定你甲上帝的关系，我甲伊是爸囝的关系，父子父女的关系。这个关系先确立，这个关系的确立。有一句话，主祷文接来讲，愿你的名圣，大家拢在学了上帝，大家拢在称赞上帝。愈学了的时，上帝的名就得到荣耀，因为伊得到尊重。所以祈祷的开始，当你知影你的关系时，你是对学了上帝、感谢上帝开始祈祷。祈祷的结束嘛是用感谢甲学了做结束。为什么？你要甲一个人讨物件，甲一个人讨什么？同好就是拄着的是先甲伊学了。你要甲市长争取一个啥？伊讲好啊，市长啊，你有够牛的，你有够好的。哦，你有够听阮台南的市民，这个城市因为你阮大有福气，好学了一个，等一个要爱上，好给他。毋是讲咱的上帝食饱啦，圣经的原则就是叫咱爱学了啊！你毋是来到上帝面前，就敢若开喙就伫咧求，拢袂学了，袂感谢，这基本上都是安尼。所以用学了，用感谢开始来建立咱甲上帝的关系，开始咱的祈祷，因为伊会保护今仔日，互咱做伊的囝甲查某囝，伊的保护毋是2000年前迄阵老呢，伊的保护是一碟拢是活的，毋是打去的。像圣神安尼共款，活水江河直流，活水江河直清，对你的腹内直清出来，是活的。因着你的神这个保护，怎啊变活的？所以你逐时来到上帝面前祈祷的时，你的信心是活的。你走命检查有犯罪哦，讲毋对话哦，目睭乌白看哦，头壳乌白想哦，对无？手乌白摸，乌白体哦，路乌白行哦。但是你今仔来，你要祈祷的是，你会惊。所以第二呢，保护就是会除去咱的罪的控告，甲上帝的生气。瑞典的牧师奥克曼，伊伫《得胜生命的基石》这本册，伊讲因信称义的立足点，使人的罪恶感失去了立足点。因信称义是对倒位来？是对耶稣基督的保护来？咱因着信耶稣基督，十字架顶为着咱的罪死、牺牲、舍命，所以今仔日咱的罪。上帝无甲咱纪念，拄则咱咧唱的诗歌也好，启文也好，拢是咧甲咱讲安尼。上帝伊无阁甲你纪念啊，无纪念，所以血，互咱的罪得到赦免，互咱的身躯得到清气，罪来洁净咱。所以当你逐摆来祈祷的时，你咧想啥？你咧看啥？你是咧看你过去犯的罪？你是咧想你过去犯的罪吗？还是你咧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留的保护？你是咧想耶稣十字架所留的保护？杨基牧师捌安尼讲，有一个妈妈来甲伊讲，牧师啊，我祈祷拢无效。我这个祖囝吼，我为祈祷真久啊，放荡就是放荡，安怎都拢袂转来，也袂悔改。啊，祈祷无效呢，牧师啊是安怎？伊甲问讲，啊，你安怎祈祷？
我逐摆来甲上帝祈祷，讲主耶稣啊，我这个查某囝吼有够匪类的，我这个查某囝吼歹行为，讲也讲袂听，吼啊囡仔甲讲，愈讲我就愈生气，啊，着想着伊吼，我就讲我哪会生即款的查某囝，我哪会饲即款的囡仔？啊，我逐摆拢甲上帝安尼讲，讲上帝啊，即款囡仔你毋得甲救。讲啊，你都祈祷毋对位啊！你逐摆咧祈祷的时，拢看讲你的囡仔是歹囝，你的囡仔是匪类，你的囡仔是对落的一个查某囝，拢毋听话。你常常甲上帝提醒啊，你提醒啊，哪像上帝袂记一你啊？逐摆拢甲提醒。你是逐摆祈祷的时，拢看你的查某囝的歹，看你的查某囝毋对。牧师甲你教，对今仔开始转去了后，先看十字架。你的查某囝美伫十字架后面，耶稣十字架顶的宝血已经甲伊洗清啊！是你今仔日你的做妈妈的人，逐日都咧甲定罪，紧祈祷就紧定罪，紧祈祷就咧想，拢伊的毋对，安尼姊妹，你若为家己祈祷，你安尼会好担吗？你想遮个罪，甲你控告。你愈想，你就愈惊吓；你愈想，愈就愈讲，我甲即款的人祈祷敢有效？上帝敢会听？啊！你咧为人祈祷的时，你若用一粒敢若看到魔鬼的工作，看到即个人的歹，你家祈祷敢祈祷会落？所以爱先照着耶稣十字架的宝血，甲人的罪、甲人的问题、病痛、艰苦、欠缺、患难。一切才会得罪上帝、得罪人的代志，拢藏伫十字架的背后啊！安尼来祈祷，若无罪的一直甲你控告，甲你控告，这是魔鬼的工作。照着罪甲咱控告，你就愈祈祷愈无权柄，愈祈祷愈无信心，愈祈祷愈怀疑上帝敢会听。所以你是来甲上帝祈祷是一个交代呢，嘴黏黏的，没有信心，没有能力，因为你没有权柄，权柄是从宝血来的，对耶稣的宝血咱才有权柄的，所以耶稣的宝血已经伫十字架顶为咱流，为咱的囡仔流，为咱的丈夫流，为咱的太太流，为咱的任何犯罪的人流。当你咧祈祷的时，你是看到耶稣的血为伊流了，这个血已经拢甲伊洗清了。你逐摆祈祷耶稣的血拢搁流，我还是因为你的信心，有功效。逐摆你毋是看到你的罪，看到别人的罪，看到家己的毋对，看到别人的毋对，是看到上帝照着耶稣十字架的宝血洗清去啊！即马伊是穿白衫的。伊的衫是白的，毋是污的，毋是乌的，毋是垃圾的。你也是清气的，是耶稣会互你清气，毋是你本身清气。咱本身是污的垃圾的。所以圣经讲，照着耶稣的血洗清洁我们的身体，毋是洗你的心灵呢，嘛洗咱的身躯，对五官所有骹手所犯的罪，包括咱的心。就是会除掉这个，所以奥克曼才讲，因信称义的立足点。当你有这个耶稣的宝血，成做你的信心的瓦壳的时，罪恶感就没有立足点，罪就没有立足点，撒旦魔鬼就没有立足点。所以，咱来到上帝面前，咱只有一个祈祷就好。就主耶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求你怜悯我这个囡仔，求你怜悯我的丈夫，求你怜悯我的太太，求你怜悯我的爸母，求你怜悯这个软弱的人。咱求上帝怜悯，这样就够了，神就赦免你了，神会赦免他了，你就不能再定自己的罪，也不能再定别人的罪。为什么？上帝都听你的祈祷，上帝已经怜悯你啊！你现在是义人啊，因信称义啦。这就是基督教
的真理嘛。有的人讲牧师啊，恁这信耶稣的吼，安尼做翻译呢？安尼信就得救，信上帝就吹听，我哪有翻译？是阮的耶稣的命为阮赎回呢，死以家己来救我呢，哪有赎足贵的呢？耶稣的命呢，用命甲赎回呢，哪有贵？哪有赎？人若送你礼物，这免费的，他有迄个免费，别人付钱啦，那免费。礼物是别人付钱啊，他有啥物免费的？毋是你付钱啊。他有俗，对无？伊送互你的礼物，对你来讲免费，对别人来讲是伊付代价。所以耶稣为咱付伊的生命的代价，今仔救咱，他付了就好，你就感恩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人送礼物互你啊，多谢我，感谢你，送我这宝贵的礼物。我爸爸多谢你送我一间厝，一间厝，也无纳钱，但有得到一间厝，就爸爸送我，是爸爸付代价呢，爸爸付钱呢，对无？钱毋是对你的囡仔抱啊靠呢，是对爸爸的口做呢，哪有免费？别人付代价，所以有人无了解，就讲哇，信耶稣，恁迄台遐翻译，哪有翻译？足贵的咧，阿门。是耶稣为咱付代价，咱今仔亲神啊！我信耶稣，因信就得着了。阿门。这里叫做恩典嘛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安尼讲嘛，咱的得救是因为恩典啊，是因着神的恩典。所以主为伫保会内面就得到洗净。第三，保会互咱的信心拄起这个惊吓，因为罪无甲人控告的时，伫你来祈祷的时，耶稣的保护在甲你讲什么？讲耶稣爱我。你去就近一个听你的人，你会惊袂？你袂惊，对不对？你就近一个听你的人，你绝对袂惊。咱的惊就是讲，我即马等来找爸爸。找老师，伊毋知会举藤条要甲我讲袂，毋知会打屁股袂，当然毋知会阁甲我刑罚啥袂。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伫希伯来书第4章15节、16节讲，咱的大祭司并毋是袂当体贴咱的软弱。咱是有坦然无惊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着要得到怜悯、得到恩惠，做咱随时的帮助。耶稣，伊毋是袂当体贴你的软弱，毋是你无软弱啦，毋是你无做毋对啦，但是耶稣会当体贴你，因为软弱的时做毋对啊，因为软弱的时大细声。因为软弱的时发脾气，无你平常都好势好势啊，嘛安尼和蔼可亲的呢。好，若生气起来吼，性地若举起来吼，无亲像人呢，对毋对？安尼，就软弱。所以当一个人在犯错的时，你了解，那是因为他软弱的时候所做的，是因为我软弱的时去做迄样代志做毋对啦，是因为我软弱的时。去做毋对，所以对不起太太，对不起我的先生，对不起我的囡仔，我的爸爸妈妈，是软弱的时做的。耶稣伊会体贴咱的软弱，所以讲你就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。所以你逐摆来祈祷的时，你毋是来到审判台前，你毋是来到审判台前。你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毋通逐摆来到这，甲上帝当作法官，今仔日要甲来审问啊，问东问西，毋是啦，叫做施恩宝座啦。你伊伫遮准备要恩待你，
施恩要将足济的好要互你，所以你就来找啊。这是施恩宝座啊，头前规个讲台拢礼面的，拢要互你的呢，你就来就好了。因为咱的上帝会体贴你的软弱啊，所以兄弟姊妹，祈祷，互咱因着上帝的疼，你就袂惊吓。上帝会体贴我的软弱，所以我唔免惊吓。安尼唔是讲咱唔免做好呢，我会当学白做歹，唔是，是因为你伫软弱的时所做的唔对。拄则讲啊，你上帝啊，求你怜悯我，这样够了。我们阿爸他是蛮有慈爱的神，也体贴体谅你的软弱，这就是福音。咱唔是律法主义的人，耶稣基督已经将这个恩典带给咱，因着伊的宝血的缘故，所以你坦然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你知影咱这个阿爸已经会体谅我，我昨暝做唔对，我顶礼拜做唔对，他都知道，他会体谅你。体恤你，怜悯你，所以因着上帝怜悯、体谅、体贴，所以咱就会当好担，因为这是施恩的宝座。搁一项，啊，这个上帝的疼，你哪会相信？今仔日这施恩的宝座，啊，这不是审判台。需要圣神帮助你，圣神充满你，圣神伫你的心中做工的时阵，你就会超越你的想法，超越你目睭所看的、心所想的，超越你的感觉，超越你的想法，非人甲心情完全得到改变，是因为圣神伫你的心中，所以。罗马书第5章第50节就讲，逐摆当圣神灌压伫咱的心中的时，就是甲上帝请充满咱。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请爱有圣神充满？有人讲啊，牧师你若讲圣神充满，你个灵魂派的牧师，什么灵魂派的牧师？那是耶稣派，这是保罗派，唔是什么灵魂派。因为只有圣神会甲这个请，互你去体会到，伫灵的内面成做你的信心。无有时啊，牧师讲道了，听足有理的，等去到厝嘛是，我这吼无效啊，我这祈祷无啥路用，我这个病袂好啊啦，啊，我这个问题袂解决啦，多只听足有信心，等去到厝个啊无效啊啦，无法度啊啦。为什么安尼？为什么这个信心袂当继续？只有圣神才会帮助你，圣神会当扶持你，互你这个信心会当继续，唔是干那伫礼拜堂，会当转去到你的厝，会当转去到你上班的职场，转到你的社区的所在。所以，基督徒信耶稣，问题嘛足多啊。困难嘛会足多啊，病痛嘛有啊，但是咱唔免惊，为什么？拄则我毋是讲雅各已经宣告足清楚嘛？信心有神的祈祷，台语是讲有神的祈祷，信心的祈祷要救那个病人。有神的祈祷，迄个病人啊，咱有问题就是病人嘛，是无毋是肉体的病了，无共款病嘛，毛病嘛，吼。迄个病好起来，会转变，会愈好，会变 well，W-E-L-L， 会变好诶，拢会变好诶。哎，啊，你隔壁讲，你一定会愈来愈好诶。基督徒袂使讲包死诶啊，啊惨啊啦，啊害啊啦。信的人都会变好的，他有这个死啊害啊，那死了个活啊死。
对毋对？拢会变的，变好呢。但是你是毋是信的人？你是信的人吗？啊？你有信心吗？你是因耶稣的话称做义的义人吗？还是用世间的标准，还是用道德律法在讲的义人？因信称义，毋是用律法。因信称义是因耶稣的话。所以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毋通信耶稣信得侪久啊，年资侪深哦，从这足简单的信仰的道理，从袂记一个，该想甲从复杂去。基督就是这样简单，靠着耶稣的话，我上帝的囝，查某囝，靠着耶稣的话。我做祭司，上帝今仔竞选呼召我替人祈祷，我就勇敢好胆，先感谢阿拉上帝，求主甲咱怜悯，咱就甲祈祷。等一下下一场我要讲，就是宣告就好，用上帝的话宣告。耶稣的祈祷拢嘛宣告呢。你的成就了你啦，平平安安回去，抱啊摕起来，通啊回去啦。拢用讲的啊，就做安尼。迄权柄从哪里来？因为伊是阿爸爸的囝，是因为阿爸爸竞选伊，用圣神膏抹伊，所以伊世界传福音，互颂扬人，互青眉得到看见，互摆开得到行路，互关家的人得到头棒。是压制得到自由，听你知吗？基督徒是软得好的啦，是软得有福气的一个人，对无？毋通信耶稣，信甲要可怜死啊！迄是咧信啥，信甲拄倒位去啊？我著看拢无，对毋对？上帝真正伫咱的身上做工，我即摆拢半年去回诊一摆。我顶摆夫妇肿瘤手术，到即摆用第9年啊！我主治医师逐摆啦，拄着牧师9年了呢。拢啊讲，我照顾你吼，感觉做有成就感的。讲你即款的都毋捌人活遐久的。伊较歹势讲啊，你还袂死哦，对毋对？9年啊，呢逐摆等于我。给医师照顾，我也觉得很荣幸。伊真的都有成就感，我感觉很荣幸。顶礼拜三才过去回诊，看报告、验血、超音波、大项检的。牧师都是黑字呢，我尼讲，拢 OK 啦，赞啦。半年过来一摆就好啊，兄弟姊妹，我嘛想无。一般人拢讲，恁这活3年足久啊，活3年多，较紧3个月就无看人啊，9年啊！因为耶稣的保护，互咱拢会变好起来呢。无今仔要咧徛伫遮讲道，对毋对？所以兄弟姊妹，牧师要鼓励你，毋是我的上帝甲你的上帝无共的，毋是我的耶稣甲你的耶稣无共，但是咱信心无共啊。圣经讲，因着信心出于信心的祷告，神要救那个病人，要让他好起来啊！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，所以你的祈祷要真正有影响力的祈祷，要真正有果效的祷告，第一个就是靠耶稣的宝血，唔通想甲遐复杂，唔通想甲遐深。唔通信耶稣这圣句，从啊袂记得耶稣的宝血是这样宝贵的，伊的血为你流，伊的血会赦免你拢总的罪，伊的血伫十字架顶所受的鞭挞，要互你得到医治，要互你得到头发，要互你变愈来愈好。阿门。所以
咱就要靠着耶稣的保护来祈祷，靠着耶稣的保护来到上帝面前，靠着耶稣的保护，勇敢去做你要做的代志，拢唔免惊。就近上帝，就近人，因着耶稣的保护，你就坦然无惧，勇敢向前行。因着信向前行，是因着耶稣的宝血。阿门。我后一场要讲，靠上帝的话，祈祷来勇敢向前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要祈祷的人，10点半这场结束了后，去教育馆1楼，咱两位同工牧师传道伫遐等恁，替恁祈祷。祈祷了，你嘛会当搁走来遮参加第2场，唔通走长年呢？吼，拢会使。上帝施恩帮助，互咱每一个人拢因着耶稣的保护，都有信心。今年是开春了后，就是因信向前行。3角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天父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甲你的疼。你为了阮定死的十字架，这是阮常常在挂伫阮的嘴的，但是伫阮的信心有时啊煞袂记得你。为啥伫阮的信心的内面煞袂记得你的保护是这样宝贵、这有功效的？主啊，因着你的保护来帮助阮重新建立阮的信心，无看阮的行为。无看阮伫律法中，阮有偌多的过错，因为上帝，你囝耶稣基督的保护，已经为了阮老，你的保护洗清去阮所有一切的污秽，你的保护遮看阮所有的罪，相信因着耶稣的保护，阮嘛要恳求你，你的灵，你的开力，大大祝福，因着耶稣宝血的涂抹。圣灵能力的恩膏高抹，就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临到伫我每一个人的生命中，祝福阮伫这个开春了后，阮是因信向前行。今年阮要体会到阮的祈祷大有功效，阮的祈祷大有祝福，阮的祈祷大有影响咱，阮一定会愈来愈好的。主，阮感谢你。垂听阮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